台北市府的公安处今麦爆出有一个驻卫警察，甲6个查某员工性骚扰。目前驻卫警察已经互人记申解调走啊。不过有2个受害者今麦是出面指控公安处的主管，讲伊对性骚扰的代志拢唔处理。台北市长周万安是强调讲，已经有要求爱赶紧来调查。 台北市政府公安处有一个男性驻卫警，互人指控为1807年开始长期性骚扰，也甲这场霸凌6个女职员。公安处指出，去年12月有接到3个女员工申诉了后，都甲驻卫警调离开原办公场所，各记2支申解。不过受害人出来讲，公安处的主管处理态度无真认真。事发以后，整个公园处全力的偏袒这位加害人，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。 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，只要求这位驻卫警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，其他工作休息时间还是可以在原单位办公室，这叫什么调理啊？像他这样哦，人家都会害怕。 提出驻卫警的性骚扰消息，受害人指出，这个驻卫警原来伫无人的所在乌白工忙，甚至予人申诉了后，佫会报复。伫半暝加班的时阵，甲铁门扭来，予因关伫办公室内底。受害人找议员真前开记者会，议员煞伫开会前接到这个驻卫警敲电话讲，放掉要甲告。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惩处的人了，你的言辞性骚扰是确定的。 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，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，试图来告知要做提告的动作，对加害人2次的伤害。我们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，也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。我们对于性骚扰绝对是零容忍，也严厉的谴责相关的言论和行为。对于疑似有职场霸凌的事情，劳检处也会依法 进行相关的查查。台北市长周万安指出，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积极介入了解调查。那是公安处驻卫警队长原来予人逼供有家暴加班费的代志，周万安讲会全面检讨改革制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